香港人，呢個係咪真係我哋想要嘅人生藍圖呢？特首開工啦！咁點解會係特首開工呢？就係因為其實我哋覺得過去15年啦，即係政府其實真係冇乜點樣開工。咁啊，真係尤其是過去7年，尤其是過去7年，董建華就想開工，不過就冇人幫佢開工。董建華嘅政府佢講咗好多好漂亮嘅藍圖，但係實踐唔到。增班子嘅政府嘅直頭冇講過，即係來來去去就係金融中心。樓價又永遠升得比人工快，公屋又永遠起得比需求慢，住嘅地方就越嚟越細，越嚟越貴。GDP 的確係穩步上揚，但係貧富就繼續懸殊。曾蔭權舊年施政報告就講過啦，話香港人唔可以妄自菲薄，因為香港過去呢15年咧增長咗55% GDP。咁但係其實你聽起嚟好多啦，但係你除翻咧，其實即係每年增長2%，即係同美國差唔多，或者慢過美國添。而新加坡咧同期咧就增長咗120幾個 percent。咁點解香港係香港係新加坡嘅一半左右啦嚇？即係新加坡每年係增長6%度，可能新加坡一半都冇。咁點解香港以前係個經濟體系大過新加坡，而家仲細過新加坡咧？佢仲少過我哋200萬人。係，佢仲要少過佢成個 GDP 咧，而家係大過香港，佢仲少過200萬人添。即係以前香港嘅 GDP 係新加坡嘅1倍。呢15年到底香港做錯咗啲咩咧？我哋700萬人嘅命運，唔通就只有個1200個人可以話事？咁樣真係好唔妥。但就算我身體唔妥，醫生護士都未必得閒照顧我。同埋我哋以前嘅所有好多行業都百花齊放嘅，但係呢過去15年之後，我哋發覺其實越做越縮，就全部都淨係靠國內嘅嘢，全部靠國內嘅嘢，即係旅遊啊、金融啊，全部都係靠國內。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啲國內人係越嚟越唔尊重我香港人咯，因為即係成日覺得我係攞佢着數。同埋佢亦都追咗上嚟啊嘛。咁所以其實譬如我哋同上海、北京已經相差無幾，甚至有啲地方輸咗俾上海、北京㗎啦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好明白，即係如果我哋再唔去維護翻我哋嗰個國際大都會嗰個發展方向咧，咁再過多，如果連梁振英都唔做咧，呢5年咧，其實再之後真係好難。你要再追嗰陣時，你要比今日2012年投入嘅資源係同埋個力度係更加大咯。特首開工啦！